去，什么停止了？什么停止了？你这首歌一直在唱，然后那个符号一出现，什么停止？什么？音不是还有声音吗？我知道要讲什么，我知道你要讲什么。旋律停止了，那个乐句停止了。哎，各位你知道我的贡献不？啊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我在延长记号。什么东西停了？什么东西停了？就这首歌本来的那个乐句停了嘛，对吧？祝你生日快乐。目的是什么？我这样停的目的是什么？这样延长的记号是什么？目的是什么？我干嘛延长记号，然后让乐句停，然后在那边延长，有什么效果？比较好听哦。效果是什么？各位看这，展现技术哦。你们再不讲，快点，会更奇怪的答案出来，快点。学钢琴的你要讲啊，什么效果？休息哦，你手弹在那里，来，事情，那什么效果？哎呀，回响，余音绕梁，余韵，你看在你讲下不啦？余韵犹存，对，好，还让你有一个机会去欣赏、回想一下，是不是啦？这个就是安息日的意思，这就是安息日啦。好利安娜，停啊，你才能够脱离什么？偶像崇拜。你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，你可以回到自己的面头前，你跟你自己会遇，你可以回到你周遭人的面前，你也看到你身躯边的人，你不停。你是没有办法做到的，各位看到这，所以各位看到这，我们要的不是经文字面的意义。我跟你讲，各位看到这，很心痛的是，2000年后的今天，基督徒在读圣经还是很计较什么字面意义，然后很计较字面意义的基督徒就会计较什么？不可以做这个，这个是罪，不可以吃血，不可以什么。可以什么，然后可以什么，要什么，一定要什么，这个都是在计较经文字面的意义。可是耶稣也教示，耶稣基督的教导都不是要你去定焦在经文字面的意义，反而是另外一个方向。你着重精神字面意义的基督徒，你的生活就是在不可以跟一定要的这种生活模式。可是如果你是注重的经文的原则跟精神，你就会变成为什么不可以？为什么不可以？跟为什么可以？我今天要做这件代志的原因是什么？我为什么做？跟我为什么不爱做？这个才是基督教要重视的，这个真正是上帝一切命令存在的意义。上帝有圣经里面有多伊的规定，其实重点是伊的精神跟原则，不是它的字面意义。如果我们真的要照字面意义，各位兄弟，咱的属灵人是袂当教示的，这个是写在圣经里面的，女人不可以教导。那有没有许牧师？就没办法封牧了，听懂没有？各位兄弟，如果你要遵守的是字面意义，我们的姐妹现在还要蒙头啦。昨天青年团契的主题就是请一个伊斯兰教的
的女生来讲解那个介绍伊斯兰，她的脸书的粉丝的名字叫做伊斯兰不蒙头。哦，不蒙头呢？它有它的精神跟意义在里面。你不要以为伊斯兰就是要蒙头，它蒙头有蒙头的意义，不蒙头有不蒙头的解释。我很欣赏他这样讲，这跟我们现在今麦在讲的同款。各位兄弟，你做这件代志，你唔做这件代志，重点不是你做跟不做，重点是你为什么做，跟你为什么不做？各位兄弟，你为什么现在坐在这里做礼拜？你要回答我啊！问号。你为什么？你喜欢做底在这礼拜？为什么？的妈妈说的啦。哈，是什么？牧师说的哦。拍谁？我他厉害基督徒就是要做礼拜嘛。好，你算你有回答了，还是可以问为什么？为什么基督徒要做礼拜？为什么？各位这我真的不晓得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在这里做礼拜。可是你自己要晓得，你要给自己一个理由，你的礼拜对你来讲才是真实的。各位这有没有听懂我要讲的意思？我不晓得我有没有表达清楚。这件代志，如果你做了，你都不晓得为什么，这件代志是迷信。这个是迷信。你要知道你是安怎要做这件代志，你要认识这个上帝，你信上帝才是真实的信。你不认识你所信的对象，你信的再怎么真诚，都是迷信。你在这个信仰里面，所有的宗教活动，你若无明白那个意思，你所做的一切是空空。你要清楚你做这件代志是什么意思。你要清楚，假如你若禁止人做这件代志，你讲这上帝，这是圣经规定不可以做的，你要讲出什么？看这，你要讲出什么理由？你如果讲不出理由，你直接说，这上帝讲的，这上帝规定的，你就跟这里一样。亚稣说你们是什么？亚稣说那些人来回答那个主管说什么？记不记得？耶稣第一句话他讲你是什么？假好的人。和合本圣经翻译成假冒为善的人。假好的人啊，就是你表面上做的是好事情，可是你真的不明白他的意思，而且你反而拿这个事情在辖制别人，在压制别人，你这是假好的人。各位看这2000年来，咱教会充满假好的人，跟假好的事。基督教会一直在做这种事情，禁止人家怎么样，反对人家怎么样，然后剥夺别人的权利，都是从圣经来的呢。都是从圣经来的。然后这样做的时候，都认为拢抓做自己是在遵守上帝的话。不过我要跟您讲的是，当耶稣站出来，要跟教会讲迄句话，就是恁这什么话？假好的人，因为咱无了解迄个规定背后的意思，迄个精神甲原则是什么货？所以教会历史一路过来，咱看到教会十字军东征、杀女巫、杀异端、支持黑奴、支持女性不平权。各位兄弟，教会都有份，教会拢有份，而且都是用谁的话？上帝的话。那有错吗？你哪照字面的意义，我跟你保证，都怎么样？都没有错，都没有错。
这是教会十字军东征杀那些人，然后杀女巫，杀一些神学家，杀一些科学家，然后黑奴欺负女性，全部都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根据，因为从字面的意思看起来是这样，没有错。可是你要知道，耶稣这个时候就会站起来说什么？教会恁家假好的人，耶稣骂2000年，可不可以让他也安息一下？各位兄弟，耶稣每2000当啊呢，我们这些基督徒可不可以让耶稣也安息一下？好呀那，好个嘴吼，卖遐生，假好的人啊，咱家的假好的人，吼耶稣安息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努力。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努力，来找那个精神跟什么原则。安内维各位兄弟，我跟你预告，如果我们愿意找精神跟原则，我跟大家预告，那找出来的精神跟原则，大家会一样吗？会不会一样？不会，那怎么办？谁讲了算？大家对一段经文有不同的精神跟原则的领受，谁讲了算？你那没香哦，没香那就是牧师讲了算哦。当然不是啦，这些不同的精神原则，我们要放开心胸来讨论、来辩证、来做讨论，到最后到上尾，要古无法度接纳，无法度可以得到共识的，我们就学习宽容的彼此接纳。就是你的意思跟我意思无同款，你的解说跟我的解说无同款，不过咱有缘彼此来相尊重，在上帝的听里面，咱来相接纳。这个就是学习爱的过程，不是说你想的是那样子，我解释的是这样子，好，那个明天请你走路，你不用再做了。不是，各位兄弟，在无同款的立场、无同款的思考、无同款的做法里面，咱三甲来学习，三宽容、三接纳，这是咱信用的本质。所以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拜托我们一起读经，来寻找他的精神跟原则，好不好？好，谁要来参加查经班？没声音。好，我记得哈。我们一起来学习。如果上帝的话较重要，我们就不可以停在经文字面的意思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